人民銀行最新數據顯示，內地居民存款喺2個月內出現史無前例嘅大搬家。繼4月存款減少近19400億人民幣之後，5月再減少1100億，2個月累計流失超過2萬億元人民幣存款。究竟存款去咗邊度？市場形容今次係內地居民財富配置嘅結構性轉捩點。過往內地居民信奉現金為王，習慣透過長期定存取得穩定回報。隨住內地存款利率步入1字頭，加上數據顯示今年有大約75萬億高息定存到期，喺低回報之下，存戶唔再願意長期鎖死資金。呢2萬億資金並唔係憑空消失。數據顯示，非銀行金融機構存款喺2個月內大幅增加36000億人民幣，反映資金大規模湧入銀行理財產品、債券基金同埋保險，形成存款轉化為多元資產嘅趨勢。另外，數據顯示5月 A 股新增開戶數大升近80%，相信隨住股市財富效應顯現，資金亦可能轉向股市投資。摩根大通形容活化存款係市場流動性嘅催化劑，將直接推動權益類資產嘅價值重估。不過同保本保息嘅存款相比，理財產品同股市存在較大波動風險。喺環球經濟前景唔明朗之下，呢股搬家嘅資金點樣喺追求回報同資產安全之間揾到新嘅平衡點，將係內地居民投資智慧嘅考驗。